王大哥是要成亲了吗？谁要跟那个莫名其妙的女人结婚？只是不能真让霸皇把女儿嫁了，不然怎么捞好处？司藤公子捞好处去喽！哎，原作我都没设定这人长啥样，我都不知道啊。不过这丫头怎么翻脸比翻书还快？喂，你个渣男，快放开！别动，这像是那些人喜欢用的东西啊。王大哥，下雨了。今日老夫甚是欣慰啊！霸皇大人，当真不得了了，都能感觉到霸气非凡啊！承逼娘之飞跃，老夫择婿大日，区区云雨，竟敢在老夫面前兴风作浪！给我看！果然和原著设定里一模一样。霸皇最爱在人前显摆，是个超级装逼犯。